因为浙江话婚姻县政府2024年开始推出2档6亿催生的补助计划，前3胎一胎领6万块，第4胎是当领13万。2024年安影是比2023年加要1倍，今年8月中就已经超过1万的阿影的目标了。 抱出世1个月，婴仔亲像爸爸妈真欢喜，因为这个新生儿是分管府为2024年起推出2年6亿催生精选婚龄万保量计划中第1万名的新生儿提升达成鼓励，婚龄原民生育补助的计划目标。相信台湾这边还要赶快努力，这少子化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。那现在目前已经跌破这个所谓的12万。年底12月31号，龙年小龙年出生的孩子，我们一样加码补助就是在一直到12月底婚管府表示，为鼓励全民生育，管府为2024年提悬生育津贴补助，前3胎上悬当领6万，第4胎当领13万。2024年婚姻出生人数是6923人，比前一年3206人增加1倍多。到2025年8月，已经累积11109人。 我们的托婴中心在20乡镇也逐步的展开。最重要是我们2岁到3岁的幼幼班我们现在已经盘整了全县所有的这些学校，大概有96班以上婚管府表示，万名新生儿目标提前达成，也不过已经增加经费的补助到今年底，重点要让囡仔落地婚姻成长，已经积极打造友善育儿环境、托婴中心等，包括进行托育媒合平台建立，会当快速找到合格的义务等措施，希望家长有放心生、安心养。广视新闻采访报道。